这也不够啊。磊哥，你不忙，跟我来河上取点冰吧。水管又动了。啊，打点冰喂羊，就咱这儿吧。好好。1、2，走！走吧，差不多了。好。磊哥，吃冰煮羊肉咋样？行，热乎乎的挺好。磊哥，我有些饲料到了，你等会儿开我车去帮我拿一下呗。我可不敢开你车，外面全是雪，撞了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保险上的可全了。那也不去，走保险可麻烦呢。不麻烦，我在蚂蚁保车险上的保险，真有事故了，直接手机报案，3分钟就能分配专员处理，可省事儿了。这么方便，不便宜吧？在这上面不用担心买贵，输入车牌就有10几家保险公司共同报价，哪家划算选哪家，保险方案也是自己搭配单独选择，没有捆绑，可省事儿了。你快去吧，等会儿饭熟了，回来正好吃饭。行，多给我切点肉。回来了，正好肉熟了。哇，快吃吧。哇，可以吗？这点够不？不够再煮点。够了，可够了。有点辣。我这正好。喂完羊了，都5点了，你还不回家？才5点，我再待一会儿。行，那一起看电影。谢我家大帅哥送给你。你看这个。好吃。